全地着向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得用感谢入伊的门，用贺乐入伊的院，着感谢伊，贺乐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息到万世代。三甲来吟圣诗第255首，圣会独一的地基。会众请起立吟。圣会独一的地基之主耶稣基督，为主真道来建立。设立永远天国，对天降临社会，最主圣洁信仰，并会用爱来美意，体示地地面上，甲各受掉受主。应顺身体公光，皆尊奉这圣洁，放心信主来往，互伊生命安幸福，承受天的力量，三更望大喜。所受恩典之用，虽有世人的支持，有时拄着扰乱，有时大家错力，天命真理大，心望。享受安宁平定，正会设立的水上，月连三位一体，小处开往平，那处高贵无地，但对情义的表。咱的家己当样，每天的自罪。咱犹原徛咧用四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任内受苦，顶12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
三甲的启应文第29篇，也是诗篇119篇。行为无通指正，这款人真有福气，听叹上主的教示。这款人真有福气，少年人着安怎互生活纯洁？上主啊，我要专心找求你。我将你的话藏伫心内，求你开我的目睭。我的心悲伤到要碎去，求你互我无行虚假的道路，求你互我无意爱虚假。伫患难中，我得到安慰；我受管教，对我有利益。我若毋是意爱你的律法，我实在真意爱你的律法。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你的话一个解说就发出光，你的公义线到永远。咱三甲额头来祈祷，疼痛的天父，阮感谢你，你伫阮做罪人的时，你着垂怜你的独生圣囝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钉死。流血洗清阮的罪，互阮有得到救赎的恩典。阮实在感谢你，阮是不配。主求你也看宽阮每一个人，总是阮会当主这条你所救赎的道路来行。愿主你看顾阮，互阮无摇错，互阮行入这条信仰的道路，这个目标。来跑走，主啊，求你也特别看顾阮教会，伫8月份开始要来实行这关于使命的训练，互阮每一个会友伫牧师的引带来这个目标来跑走，因为阮知上帝你的话，就是阮的准绳，伫阮生活中。每一天会当来听、来行、来做、来遵行你所教示的每一款话，因为你爱阮去向万百姓来传福音，正来完成你的使命。求主你互阮有这个心来完成。阮献上感谢，主啊，今仔是你文字事工传道的纪念主日。阮特别，你特别差遣你的奴仆洪志牧师来到阮面前，要将你的话来透放，互阮每一个人了解。阮也确信，改革教会是对上帝话语来开始。主啊，求你保守，赐予伊有聪明智慧，会当一句一句将你的话来阐明。来刺插阮每一个人的心，主啊，求你保守伊，保守阮在座所有兄弟，会当开拓阮心灵的目睭、心灵的耳孔，将你的话放入伫阮的耳孔内底，放入阮的心内，也放入阮每一天的生活中活出来。求主你看顾，阮要将下面的时间。对头到尾，求你带领，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咱三甲来看上帝话，记载伫尼希米书8章1到12节。好啊，本是605页，
汉语本是522页。现在咱三角来读，三角来听。我来读。到第7月，以色列人已经徛起因遐个城。迄时，百姓亲像一人，拢聚集伫水门前宽阔的所在。请经学师以斯拉带摩西律法的册来，就是耶和华所捌命令以色列的。7月初1日，祭司以斯拉带律法到公会前，迄男、迄女以及囝仔听到话，知影的面前，伫水门前宽阔的所在，对天光到日头，伫众男女甲遐个民伯的面前来读伊。百姓按耳孔听律法的册。经学师以斯拉伫因为着即个事所备办的茶台顶，伫伊的身边有马他提亚、苏玛、亚乃亚、乌利亚、希利加甲马西亚，徛伫伊的正边。比大亚、米拉利、马基亚、哈顺、哈巴大纳、撒加利亚及米苏兰徛伫伊的倒边。以斯拉徛伫众百姓的顶面，伫众百姓的目睭前掀开这本册。伊一个掀开，众百姓拢起来徛。以斯拉学了耶和华至大的上帝，众百姓拢举起因的手，应讲：阿门，阿门。就额头面向地敬拜耶和华。耶稣阿巴尼、苏利比、亚敏、雅各、沙比泰、何地亚、马西亚、基利他、亚撒利亚、约沙巴、哈难、比莱亚以及利未人，互百姓明白律法。百姓拢伫伊的所在，因读上帝律法的册到明白，搁开帖迄个意思，互百姓明白所读的。总督尼希米甲做祭司的经学师以斯拉，甲教示百姓的利未人，对众百姓讲：今仔日是耶和华恁上帝的圣日，毋通悲哀啼哭。因为众百姓听见律法的话，拢啼哭。伊阁甲因讲：去啊，恁去食肥的米，啉甜的米。无备办的人，就分互伊。因为今仔日是咱的主的圣日，恁毋通忧闷。因为对耶和华得到欢喜是恁的能力。对安尼，利未人安慰众百姓讲：着静静，因为今仔日是圣日，毋通忧闷。众百姓就去啉食，也分米，互人大欢喜，因为伊明白所传互因的话。愿上帝祝福听伊话，搁去行的人。这时，请圣歌弟来赞美，让我。
正道，请胡宏志牧师。今天他正道的题目是改革教会、改革教会的维护，请胡宏志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来到大地的舞会，今仔日是受这个教会公报社的差派来遮请安，嘛感谢咱同教会正兄弟过去一直对教会公报社的支持、带导甲关心。咱在教会公报社除了每一礼拜有出教会公报以外，伫教会信仰生活内面真重要的新眼光的读经手册，也是其他的出版、更新等等，拢是教会公报社的事工。咱知影现在一般的册店也是出版社经营拢非常困难，因为有这个电子书，也是电子商品，也是这个网络的册店，特别伫基督徒的出版社，佫较困难，所以也特别邀请咱大家继续来帮赞、支持，特别替因来祈祷。伫新的时代，需要有新的智慧，有需要新的勇气来突破。咱周报内面嘛有这个业教会公报社的报告。也是事工的简要的部分，请咱礼拜煞咱再来看。那么希望圣神感动咱每一个人，会通就咱所感动的，咱继续来支持。请咱三个额头来祈祷。主上帝，阮满心感谢你。阮会通有你所赏赐的活命，阮会通受你接纳，成做你的儿女。阮会通每一天来跟对你，是阮满心的感谢。主上帝，阮今仔日搁来到你的面前。阮知影这个时代充满逐款的危险、逐款的考验，以及逐款的试探。我要恳求你，家己的话，你真理的话，成做阮每一个人脚前的灯，也成做阮教会路上的光。我咱的祈祷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今天的经文是旧约圣经内面尼希米记的第8章，无一定咱真熟，总是我想咱有这个机会，咱共同伫遮，咱三甲用上帝的话来勉励。这段圣经记载伫有一群的以色列人。因被巴比伦的军队掠到因迄个所在，因已经伫遐徛起真久的一段时间。总是上帝有特别的怜悯对因遮的人，所以有一个好的机会，因会通转去家己的故乡耶路撒冷，因伫遐徛起。因为已经伫巴比伦徛久。因已经习惯巴比伦的生活方式，甚至已经开始有因家己的语言。总是因现在转来一个新的所在，虽然是故乡，总是因转来的时阵，因感觉有真多爱学习的所在，爱习惯，爱适应。咱若是有机会伫另外一个所在徛久。总是转来到另外一个所在时，咱大概嘛加减会通体会到迄款适应的艰难。咱知即款的过程真无简单，甚至感觉每一天的生活拢是真侪挑战。
总是今仔日经文拄开始就，遮个人三甲自集受交代，交代爱自集伫耶路撒冷内面一个宽阔的所在，叫做水门。然后因需要做一项代志，因邀请经学士以斯拉带着摩西的律法，然后望以斯拉会通大声对遮个对巴比伦转来遮以色列人会通大声来读摩西的律法。咱可能对经学士，咱常常咧听，咱知影耶稣甲经学士常常有无共款的辩论。咱一般的人感觉经学士可能感觉只是抄抄写写，就是抄经文尔尔。其实经学士毋是咱所了解抄经文的人尔尔，无啥物了不起，毋是。其实事实上，伫犹太人的社会，因是受犹太人非常尊敬的一群人，因受严格训练，伊会通捌字。咱想看觅2、3千年前遮远的时阵，会通捌字的人是真少真少。因会通捌字，佫会通受过严格训练，会通读上帝话，然后会通解说上帝话。所以伫一般犹太人的百姓中间，若看见、听见经学士，因心中是非常尊敬、非常信任，因为因会通解说圣经，因是圣经的学者。所以今仔日要来这个聚会真重要，就是以斯拉这个经学士要伫众人的面前读上帝话。这个聚会内面有两个真重要的特色，咱若是注意看的时阵，咱想看觅伫几千年前，迄个社会是以男性做主的社会。意思是讲，社会内面所有重要的决定，拢是查甫来做决定。总是今仔日你看见，这个聚会人真特别，毋是干那有成人的查甫人。嘛，包括有当时的社会无遐尼看重的女性，因需要要求还是邀请因来到这个所在。女性，犹太人对囡仔吼，咱即马可能一个囡仔、两个囡仔咧笑命命吼。犹太人吼，感觉囡仔吼，甲咱早前可能咱爸爸妈妈迄个时代，还是30-40年前，咱拢会讲。囡仔人安怎有耳无喙啊？意思就讲囡仔人你无啥重要啊！咱即马无共款，犹太人嘛是安尼感觉讲囡仔人吼，较无遐重要。所以为什么耶稣讲，互囡仔来到伊面前，这是一个真无共款的想法啊！因为囡仔对犹太人来讲是无啥物重要，总是耶稣安怎展开伊的双手，迎指一个囡仔，甚至叫这个门徒讲：你毋通阻碍囡仔。所以，这个聚会有成年的查甫，有当时看见的女性，只要囡仔若是会通听会捌的，拢爱来到遮。然后嘛，互老大人经文有讲老大人，嘛无讲老大人。犹太人是真尊重老大人，总是这个聚会嘛无因为老大人，因为因已经真有经验，因无需要来，所以有老人、有囡仔、有青年、有大人、有妇女，所以差不多当时社会拄倒来的人，每一个人拢需要聚集伫迄个所在，无因为因查某人。无因为因年老，无因为因伤细汉，因无需要听上帝话。第二项，这个聚会有一个特色，就是以斯拉在读，大声读摩西的律法。望每一个人拢会通清楚听见摩西的律法。咱对律法有当时咱有误解，咱感觉律法就是，咱想讲读法律。
哇，足无聊啊，爱背法条啊。其实摩西律法毋是干那法律尔。咱现在所了解圣经内面摩西律法，用现在话来讲，就是上帝对伊竞选的人，也是伊的儿女的心意。换句话来讲，摩西律法是啥物？是即个亲像父母的上帝，怎样期待伊竞选的百姓，也是伊竞选的儿女，需要伊安怎做？摩西律法就是描写上帝对因满腹的期待，所以这是真重要的。因为咱知影摩西律法，咱即摆看圣经、旧约圣经，拄开始拢是口传的。咱知影即个游牧民族就是伫沙漠的所在，也是旷野的所在，因起火暗时也无电，老大人就开始讲故事。子孙就开始听故事，因通过讲故事，因就渐渐了解，原来早前阮的阿公、阿公的阿公、阿祖，因甲上帝安怎听因，总是因常常安怎背叛上帝。因甲这种种的这个信仰的经验，甲上帝同在，上帝甲因同在，上帝听因无背叛因的这经验，拢收集起来，然后上尾才写做册。所以摩西律法其实就是讲，上帝甲以色列人，特别是以色列人这个人，受感动，这个上帝对因的心意、对因的期待，甲写落来，然后上尾用文字表达出来。这段经文内面，你嘛发现，你若注意看的时候，有真侪动作，动作是重要的。伫经文内面，因为咱读的时阵，咱也是无淡薄有想象力。咱无法度看见迄个动作，譬如讲，因邀请，因是主动邀请以色列来，这个人呢受期待因拢来到以色列面前，然后开始读，注意看因读的时间，是对当时开始，透早经文讲是透早到中昼，透早到中昼。透早，咱所想象的透早，若毋是4、5点，应该是5、6点。对透早到中昼，大概偌久？大概毋是几十分啦，吼，可能嘛毋是1点钟啊。透早到中昼，应该是有5点钟到6点钟，甚至7点钟。总之，真特别，就是虽然这意思啦，可能嘛是真辛苦吼，一直讲啊，一直讲。总是下骹的人无像咱济呢。你会记得伊拢是徛的，然后第30讲，因注意咧听，要注意30分钟有可能啊吼，1点钟有可能，要注意5、6点钟是无简单的代志。总是伫遮描写讲，整个的会众，整个参与的人，拢真专心咧听。然后以色列在读的时阵，伊开始咧读，将迄个册点开。当时的册毋是像咱真方便哦。当时可能是用羊皮还是纸点开。点开的时阵，众人就徛起来。咱现在其实，按照普世传统，咱有当时啊，若读到新约圣经的福音书，其实咱嘛是拢徛起来。甚至有诶较有礼仪的教会，将迄个福音书到礼拜堂头前写一摆。意思是讲，这是重要的册，这是上帝话，所以因徛起来。然后当以色列讲学了上帝的时阵，所有民众拢举手嘛是表示尊重、欢喜、喜乐的意思。然后甚至跪落，迄是涂骹啦，吼。总是因嘛是。为了表示对上帝话的敬虔，因有种种的动作，所以伫遮会通看起这动作，就表示因真正是看重上帝的话，因充满热情，望会通上帝话，伫因这个人生真特别的坎站，上帝话会通成做因的帮赞，会通成做因的引带，
会通成做因的安慰，也成做因的扶持。这个人真正是专心在听，咱按照经文的记载，因看重上帝话，想要明白上帝对因现在这个时阵到底要甲因讲什么话。总是因拄到一个问题，伫经文的内面，咱不一定看到。总是你若注意看的时阵，除了以斯拉，除了以斯拉边仔的人，还有一群人叫做利未人。利未人经文内面好亲像真含蓄，甲咱讲，这个人是解说的人，是翻译的人。咱知即群对巴比伦转来的人，因其实是讲阿兰话，总是以斯拉所读的这个摩西律法，其实是用希伯来文写的。所以其实意思是讲，当以斯拉伫顶头讲的时阵，讲安尼足非常欢喜啊，甲因分享的时阵，因听无啊？因只是会当听去讲，迄个音调知影讲，迄是上帝律法，总是毋知什么意思。总是毋知什么意思，就需要有另外一群人，即群人看起来是好亲像简单的人。总是你要知圣经内面有留名的，应该拢是重要的人。一般来讲，因为圣经真看重名哦，名就是表示咱嘛吼。所以而且看见迄个利未人一个，咱拄啊5章都咧读吼，无共款的人名呢。即个利未人将因原本听无，虽然因知影这是上帝律法，用希伯来文讲的，伊甲翻译做因会当听的捌的阿兰文。即个利未人毋若解说，翻译了，搁甲解说。即个以色列人毋若听见上帝话，并且因为解说了，因知影。因会通清楚听见上帝对因的心意，然后开始伫上帝话甲因家己现在所生活处境内面，渐渐上帝话甲因的人生结合做伙。当因若愿意听、谦卑咧听上帝话的时阵，上帝话就有机会做工。因渐渐通过安尼。得到帮助，渐渐安尼得到智慧。在场的人其实已经伫异乡异教的巴比伦有真久的时间生活，可能因已经袂记得因敬拜上帝是甚物人，因有种种的限制，因为因是活伫一个异邦统治，也是异教流行的所在。因袂通真自由敬拜上帝。另外一方面，因为这个关系，因嘛渐渐可能袂记得因是啥物款的人。因原本伫家己故乡是上帝选民，感觉真自由，感觉真自在，总是现在是到巴比伦。因甚至可能已经袂记得因是上帝的选民。总是现在意思啦，当伊读这个上帝律法的时阵，讲起上帝是甚物款，讲起上帝对因有啥物款的期待，通过利未人的翻译解说，因感觉上帝话直接对因讲话。当因听见上帝话，因有啥物表示？因有啥物感动？伫经文内面。伫经文讲，因感动到啼哭。我要请问咱，我家己在读这段圣经时，我嘛咧问我家己讲，当时吼，你捌为着一个韩剧来哭过无？你捌看起韩剧来哭过无？还是日剧？有无？无要紧。若是你真正有一个真好的故事、真好的电影，有当时咱会啼哭。毋过当时咱因为通去上帝话，咱来啼哭。特别对我家己反省，我感觉好亲像迄个印象已经有淡薄仔远啊。总是因听去上帝话，因感动到啼哭。
为什么因会啼哭？足侪圣经啊，才在讨论。听就听，为什么会哭安尼？有个人讲可能因想起因家己吼以前做的歹代志，得罪上帝的代志，所以因知影讲被掠到巴比伦是因为因得罪上帝，是啼哭有可能是因为因转来到即摆现在生活真艰苦，所以因哭。总是搁较主要原因是因为咱拄仔所提起的。因已经去巴比伦生活真久的时阵，巴比伦无比大地的国家，伫巴比伦因只不过是次第二等的国民。巴比伦看见因，虽然这掠去巴比伦的人拢是社会精英，总是犹原因感觉因只是二等的公民，看轻侮辱因。真侪时阵，因可能因伫生活内面，因无法度内心想啥物，因就会通真自由讲出来。因需要用虚假还是无真实的生活来过因每一天，所以每一天暗时拢艰苦。因为这个束缚，因为流落还是被掠到巴比伦。因内面有侪的束缚，无得到自由，也无法度自由敬拜上帝，也无法度自由成做上帝选民。总是今仔日，因来到水门的所在，因听起以斯拉讲起上帝话的时阵，因好亲像他真正确认着讲，阮已经自由啊！虽然阮艰苦，总是阮已经听见上帝话，阮会通伫遮自由听上帝话，阮会通自由敬拜阮的上帝。伊知影以前迄款的日子，受人好认、受人看见的日子已经过去啊。因无需要叫用虚假的面貌来过日子，因会通真实表达，因会通想啥物话，因就会通自由讲啥物话。无人看轻原本的束缚，现在变成自由，这是我呢大的欢喜。若是你的人生捌经过迄款艰苦、束缚、受人压迫，然后现在因为上帝话来逃放，所以无。咱会通知影为什么因会啼哭？真正因的人生已经经过一个真大的风景，然后现在会通转来到家己的故乡，会通敬拜上帝。敬拜上帝是上帝恩典，真正。若是你伫教会有一段时间，还是你伫信仰的路有一段时间，我想你会通感受到讲，会通自由看圣经，会通自由来敬拜上帝，迄是上帝极大互咱的恩典。然后这个话，互这个百姓听靠，这个省长啦，这个尼希米祭司，意思啦，就甲这个人讲，你唔通啼哭啊！今仔日是上帝的圣日，唔通啼哭，就回去准备食物。今仔日听了上帝话，恁回去嘛会使准备青草，欢喜，唔那家己欢喜，恁若是厝边头尾，若是甲欠命的人，甲伊分享。所以对上帝话，你发现，这个宗教领袖，这个团体领袖，叫因讲回去，总是回去，毋是安尼欢喜尔。因开始会通将上帝话，毋但因家己快乐，嘛会通将迄款的快乐分享互因厝边头尾。然后上尾一节，因就真正回去食分物件互别人，遐欠欠的人，大家拢足欢喜的。为什么欢喜？迄上尾一节佫讲，因为因明白教示因的话，因为因原本
听见上帝话，无一定明白。总是现在因为假是因上帝，因即摆会当清楚，因安尼来欢喜。所以今仔日咱看见这个记载，看见上帝家己用伊家己的话，虽然看起来有淡薄仔复杂，先读然后有人翻译，总是好参照上帝的圣神同工，和上帝的话来安慰鼓励这以色列人。然后将因身躯顶啊心灵的迄个束缚偷开，因变成一个自由、快乐、有喜乐的人。然后因上帝话好参像原本这的人，原本已经伫巴比伦生活久久的人，好参像因为上帝话，上帝重新来塑造因，然后因淡薄仔看见头前因人生的愿望。这段经文强调，我感觉这段经文强调上帝话伫教会内面的重要。虽然一些的人因拢是敬拜上帝人，总是上帝话伫教会内面一直是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段经文讲，上帝话会带来这个整体、这个团体的改革。这个长老会认为，咱有两下长老会伫欧洲讲做就是改革宗，什么改革宗？意思就是讲用上帝话来改革人，来改革教会，甚至改革社会。这款的传统，甲咱今日所讲的经文有真类似的强调。咱的祖先家己文捌安尼甲咱提醒，伊提醒讲，什么是真正的教会？年岁渐渐济，啊，牧会有较久的时间，哪来哪感觉即句话足重要？什么是教会？咱逐礼拜聚集伫即个所在，咱知影即个所在叫做礼拜堂，咱才是教会。咱人是教会，教会原本的意思就是受上帝呼召的人。总是甲你问讲，问咱一个问题讲，什么是真正的教会？甲你问，甲咱讲两项，一项是讲到上帝话，另外一项咱今日下摆毋茫有机会。真正的教会有一个真重要的记号，就是无论你伫什么所在，无论你伫台湾，无论你伫美国，无论你伫欧洲，无论伫什么所在，当咱看见上帝话有人纯正伫宣讲，纯正最重要，纯搁正纯正伫宣讲，然后接续搁有一个咱常常忽略的，有人伫听当上帝话有互人纯正伫宣讲，搁有人敬畏伫听的时阵，才有真正的教会。所以，甲你问这段话，就互咱讲起两个部分。第一个是有人要纯正宣讲，上帝话需要纯正宣讲，上帝话需要迄个宣讲上帝话的人，当伊知影这礼拜已经有经文，已经知影这是上帝要甲伊启示的。伊要代表教会，伊要代表兄弟共个咧听这段话的时阵，伊需要有认真，伊需要有时间，伊需要做研究，伊需要默想。所以，我常常有机会，毋但是对我家己的会友，嘛甲其他教会同工，特别是中级同工，请互牧师有较侪安静的时间，互因除了有事工以外，伊嘛有安静的时间，会通准备讲道，因为讲道是属灵的美娘，需要真侪时间，也需要真侪准备。除了准备以外，当因有听见上帝对因的启示了后，因开始咧想，总是迄个上帝话要怎样互我会众内面，我大下骹才会兄弟用因会通捌的方式，因会通来了解。这嘛是佫需要时间。所以有当时啊，我感觉迄台语讲。开帖真好啊！开帖的话真好。开帖就我在想讲开帖是啥？我敢若会通安尼想，就是讲那乐高玩具乐高玩具不但是安尼一组安尼，啊你甲贴的时阵就贴的时阵，啊你了后你就甲它整合起来。
所以当经文也是讲道的时阵，就是将这段经文开帖解说了，然后帮助咱兄弟会通来了解这段经文。这段经文会通甲咱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有结连。讲道有当时啊，无拄拄讲道的时阵，咱就马上会当得到感动。总是传扬上帝话的人，牧者也好，还是同工也好，望这个是，这个上帝话是一个种子，种伫咱的内心内面。迄个内心无因为是牧师的口才。是因为有圣神的工作，然后渐渐迄个话通过圣神的做工，常常伫日常的生活内面提起。总是这袂通好任准备讲道、解说圣经、研究是足需要时间。总是要强调的，就是要顺正来宣扬上帝。第二个更较重要，也是同款重要。刚你问讲，除了有人顺正宣讲上帝话，还佫有安怎？有人在听，有人在听。意思就是讲，每一摆的礼拜，还是每一摆聚会，拢有一群敬虔认真、真正相信台下顶所讲的人，伊讲的话是伊认真，是上帝交代伊的话，然后因认真在听。因认真要将这个话实行伫日常的生活内面。换一句话来讲，若是一间教会有一个口才真好、真认真、真够读书、真够研究、讲到100分的牧者，遮尔有气力，总是若是无另外一群愿意开放咱的内心、开放咱心灵的耳孔。来接受、来愿意明白上帝话的人，你感觉这敢是一个真正的教会？按照今日文是，这也毋是真正的教会。一定要有人顺正宣讲，好好准备。总是也有人来到主日礼拜、来礼拜堂的时阵，因嘛是愿意敬虔、愿意来领受上帝的话。安尼两个配合起来，有圣神的话，甲圣神工作的时阵，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教会。而且讲爱听，听是一个圣经内面真重要的话。甲咱台语讲的听有不了类似的所在，因为可能是东方的国家吼，因为想法有淡薄仔像。咱讲听就听嘛吼。总是有当时咱在教囡仔的时阵，若是咱有囡仔，还是教咱的晚辈的时阵，讲你有在听无安尼？有啊，其实拢无在听吼。咱讲正面啦，正面入去倒面出来对无？咱真正讲你有在听无？迄个意思，其实就是咱遮讲的意思。真正爱听是安怎？藏伫心内。当你听的时阵，毋是耳孔开，你的心门嘛开。你毋若听知影迄个意思，嘛真正藏伫心内，然后开始伫你的心内做工，然后开始伫每一天的生活。亲像咱今仔日讲，因听见上帝话，然后因转去，因开始好亲像人生开始有愿望，然后因开始也愿意分享因所有的。所以真正的听是听叹、顺服的意思。也是准备伫每一天的生活，愿意真正去行。这就亲像，咱甲上帝关系，譬如讲爸爸妈妈甲咱的关系。咱若当咱了解听咱的爸爸妈妈，咱就尽量无互伊受气，咱无互伊烦恼，咱就是听。然后咱遵照伊的教示，遵照伊的期待，咱安尼去行，敢毋是？这段意思就是安尼，就是当上帝话临到咱的时阵，当咱知影咱是上帝话，知影咱真清楚这是真理的时阵，咱毋是干那理智相信。有当时咱感觉我头脑知，我知，其实实在是无实际的事。
所以，若是用现代话来讲，教会真正除了有认真准备讲道的牧者，也是同工以外，我想伫现在社会，更较需要一群真愿意开家己心门来听的人。咱今日10点来到这，我真早就来，有的人9点半就来到这。你今仔日为什么无去搜狗？你今日为什么无去大圆柏？啊，无去星光三月？你今日为什么10点的时阵会空来到这？因为我想恁是跨以信仰，恁愿意来这敬拜上帝，嘛愿意来听上帝话，敢毋是？若是安尼，咱彼此来努力。咱每一摆的礼拜，咱每一摆的聚会，咱同教会，无论是查经班、团契、小组，无论什么款聚会，若是有机会，咱就宣讲，然后无论时间的长短，咱就用上帝话互相勉励。然后咱听了后，咱嘛真欢喜，有当时真艰难，无遮尔简单，总是咱真愿意开始来实现上帝的话。愿主特别帮助咱通过这段经文，毋望咱的桃园教会是一个看重上帝话的教会，毋望咱的传讲上帝话的牧者，也是同工，咱拢同款。咱知咱伫上帝话面前，咱是软弱谦卑的人，所以咱开始。也是咱已经安尼做，咱就继续安尼做，认真准备。咱毋望上帝话真正伫咱正人的中间。毋过同时，我也要鼓励咱大家，也邀请咱大家。咱在座每一个人，每一摆来到聚会的时阵，无论是礼拜还是小组，咱拢会当拍开咱的耳孔，听上帝的话，毋然呢顺服来实现。我想通过今仔日这段圣经，咱诚做彼此的勉励，也毋望咱通过上帝话，咱会相信上帝话就是会赏赐咱同教会一个新的开始。我嘛相信上帝话会通带来咱同教会改变，咱已经伫一个基础内面。总是咱毋望上帝话继续引带咱头前的路，因为我相信你也甲我同款相信，上帝话就是改革教会上大的困难。咱三个来祈祷，主上帝，阮满心感谢你，你的话。何等奇妙！主，阮特别求你垂听你的神，你的圣神。当阮听见你的话时阵，求你，互阮会通愿意拍开阮心灵的耳孔，互阮毋但听，阮也真正顺服伫你家己面前。当阮听见你家己的话，帮助阮有勇气、有气力来遵行。主，有时阮会拄着有限，甚至阮的教会也会拄着有限。求你的话来叫醒阮，互阮会通因为你的话行伫你的真理内面。主，阮帮助。你家己的话继续伫阮的教会做工，伫阮的桃园教会做工，也伫每一个教会做工。阮有时有无共款的束缚甲惊吓，求你的话来投放，互阮真正因为有你的话，阮每一个人也是阮整体教会，因为你的话来得到改变。帮助阮同教会
会通听你的话，遵行你的话，成做一个互你欢喜的教会。安尼祈祷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将你的话应验在我心。三甲来吟圣诗第186首，圣经亲像物件。会众请起立。会众请坐，这是来奉献，请犹太山陈博远主事来施献。
即时我来报告，而报告的大声，三个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我读一遍，做伙来读两遍。众百姓就去啉食，也分米互人，大欢喜，因为因民伯所传互因的话，尼希米记8章12节，请众百姓就去啉食，也分米互人，大欢喜，因为因民伯所传互因的话，尼希米记8章12节，众百姓就去啉食。也分米互人，大欢喜，因为因民伯所传互因的话，尼希米记8章12节。咱先开周报的第一页，这个顶主聚会的情形，甲下周服侍人员，请咱家己来看。周间的聚会甲教育部的课程，咱来看。参与第3页，教会小组的聚会，这内底有分8区，咱请按照区别，小组来参与。第4页有迄个奉献的明细，若有错误，请来接受这中执。第5页消息的报告，本主任是文字事工奉献主任。欢迎吴宏志牧师来本会请安分享，请兄姐为事工来代祷甲奉献。下主日8月初4，庆祝父亲节的活动，欢迎爸爸一同来欢庆，愿主赐福予所有的爸爸。8月份的特约中执长老是陈建州，执事是吴文仁拜六。陈秋兴礼拜，中昼12点10分，6楼办公室要召开财务部的会议，请部员出席。1点伫701会议室，要来召开8月份的定期中执会，请中执出席来参会。教会消息，今仔日有已经公布2019年临时和会。中执的有选名单，请会友到4楼公布栏来看。8月初4要分这个中执的有选票。第2项，恭喜2019年高中大专学校的新生名单，高中录取的名单，交大学录取的名单，请咱各位家己来看。第3。2019年7月份开始，也就是这个月份开始，每个月的第3礼拜主日中昼无提供爱餐，请会友来处理。为了要响应这个环保，8月份起无搁提供擦碗的迄个餐巾组，请会友来家己扎吼。教界消息，第一。阳光真爱青少年关怀协会义卖南西芒果，为逆风中的青少年预备一个让心安养成长的地方。义卖芒果筹募10万块，修缮经费，保护青少年家园。这个品项有价格，还有详细的资料请看这个公布栏。第二，2019桃园得胜者助攻的训练会课程，这里有2个时段，一个是8月17号，一个是8月24号，请各位自行来参阅，地点在洪恩长老教会。第3，2019平安七月节音乐会报名开始。邀请亲朋好友来同享音乐，见证心灵的平安。时间是8月24，暗时7点半开始，7点入场。地点是艺文展演中心。演出的单位是福尔摩沙合唱团、拉拉山精灵合唱团。票价是200块，教会补助1半，所以这上是100块吼。
向咱区长也会使，是向办公室即个与同干事来买购买。详细伫迄个1楼、4楼的公报栏，即摆差不多有剩正100张尔所以要买的人提早第四，新竹中华妇女灵修旅游伫云林嘉义有2天的一夜，时间是9月16、17，报名费3300向即个妇女团体会长、感受组织师也是朱美玲姊妹来报名，到8月31来截止。第五，全国基督徒适婚青年的联谊会，这名真好听湖畔相见欢，夜远人团圆。时间是9月13、14，地点是名都观光度假大饭店伫嘉义报名的资格是25岁到45岁未婚基督徒男女青年。报名费3000块，详细伫4楼的公布栏，到9月7日来截止第六，第22届基督精兵社青营留下来或我跟你走，别当信仰回眸时间9月20到22日，圣经学院对象是社会青年，一个人是2000块公报栏这来看第七，第3届基督精兵夫妻营这个双赢沟通爱情，唔免翻译咱读捌听的志同雅奖10月70到12，圣经学院夫妻一同参加夫妻是8000块详细看1楼公报栏咱后礼拜要举行8月份的庆生会这名单咱请家己来看下面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真欢喜通过文理事工的奉献主日，咱倒一届邀请到黄宏志牧师，转来到家己的母会，歹势我讲啊，足感动的。转来到家己的母会，一只来讲敬拜上帝，一只做真好的分享。咱一只用普话声来表达咱的感谢甲欢迎。一只嘛看到即个红叶长老嘛，转来伫咱的中间，咱嘛拍拍甲伊欢迎。当然，另外嘛真重要，继续为着即红志红叶因的即牧家的家庭，继续来关心甲带导。一只牧师嘛要来鼓舞，8月份开始，牧师要伫讲台顶，以及伫即个礼拜煞1点时阵要来即个门徒即个训练。望咱的兄弟姊妹来正当讲中职，会当做踊跃来参与。以上是只做报告。300来吟上营第386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会众请起立。万国万民，敬拜上帝，白行诚实。流传地高万岁。主上帝，阮搁一摆感谢你，呼召阮来调见你。主，阮搁一摆感谢你的话，会通成做阮的帮衬，成做阮的挑战。主，阮搁一摆感谢你，互阮有屯教会，成做阮信仰的家庭。愿求你的圣神继续做工，用你家己的话
伫阮正人的心中，伫阮桃园教会的内面。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帮助甲相通，甲恁每一位三甲弟弟，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祝歌。定岗必倒。来行平安礼，请大家起立，向咱前后左右讲耶稣听你，大家来欢喜听上帝话。谢谢。